大家好，澳門事繼柬埔寨太子集團陳智之後，港媒調查發現，再有涉及電訊詐騙同洗黑錢嘅跨國犯罪組織主腦涉足香港，並且大舉購買物業，包括香港中環一整棟商廈。今次嘅主角係2023年新加坡30億新加坡元，約180億澳門元洗黑錢案嘅逃犯蘇炳海。2025年11月，佢被英國沒收2700萬英鎊，近3億澳門元嘅資產，包括倫敦嘅豪宅以及3副恐龍骨化石。蘇炳海1988年出生喺福建省安溪縣，佢早喺2015年就喺內地被控詐騙罪，涉及網上刷單騙案，交易金額超9000萬人民幣。2017年佢到香港設立私募股權公司元正國際，投資香港、新加坡、柬埔寨同內地新材料、電子支付同埋人臉識別等業務。同一年，佢用約2億元買咗香港何文田一個複式同一個單層豪宅單位。2019年，佢再用4.3億購買香港九龍灣富林中心 AB 座20樓全層連帶多個車位。2021年4月，再購入香港中環商業大廈德輔道中心成棟業權，估值大概5億港元。蘇炳海所有物業都係用公司形式持有。2023年8月，新加坡警方出動400人喺全國大舉搜捕洗黑錢團伙，拉咗10名福建籍疑犯，並且通緝17人。呢啲人持有多國嘅護照。警方喺團伙嘅豪宅當中搜出大量現金、名錶、名酒、名牌手袋同埋豪華跑車。警方表示，呢啲資金來源嚟自電訊詐騙、非法網賭等。10名被捕人士其後被判監13至17個月。新加坡當局沒收佢哋近9.5億新加坡元資產，佢哋刑滿之後被驅逐出境。而蘇炳海就喺新加坡警方行動前幾個鐘頭，攜帶大量現金同名錶出逃到英國。短短1個禮拜之後，就喺倫敦購買白金漢宮附近嘅9個豪宅單位。佢又喺2024年12月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用咗1240萬英鎊，約1.3億澳門元，購買3副恐龍化石骨架。蘇炳海同新加坡同英國都達成和解協議。2024年10月，佢向新加坡交出3.166億新加坡元，即大約19億澳門元資產，換取撤銷通緝令，之後被禁止再入境新加坡。2025年11月，英國國家打擊犯罪局依據犯罪收益法，同蘇炳海同佢嘅蘇氏帝國有限公司達成和解協議，沒收佢大約2700萬英鎊，即係近3億澳門元嘅資產，包括倫敦9間公寓、3副恐龍骨以及拍賣會買到嘅藝術品收藏。根據和解協議條款，英國出售所有資產之後，蘇炳海可以獲得25%嘅收益，並可以保留居留權。自此，蘇炳海喺新加坡同英國脫身，重獲自由。另外，蘇炳海喺2025年7月去信香港公司註冊處，表示會恢復香港嘅元正國際運作。